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。我哋今日咧就唔講點樣炒個股啦，唔講咩消息，淨係好簡單咁一堂教識晒你市面上經常聽到嘅幾隻美股 ETF，譬如就係 VT 啦、VOO 啦、SPY 啦、SPYM 啦、QQQ 啦、GLD 啦，同埋一啲板塊 ETF。我會用過去20年真實嘅走勢同你解釋呢啲 ETF 係咩嚟嘅。準備好未？我哋開始啊！首先咧，咩係 ETF 咧？一句講晒，佢就係一份一籃子股票，你一嚿錢就買到成堆公司。好處咧有4個啦。第一個一次買一堆，好似買一手 VOO 咁，即係同時擁有美國500間大公司，就唔使自己頭痛揀邊一隻啦。第二，佢會好平咁幫你分散風險啦，即係一間公司衰咗，仲有幾百間公司頂住，就唔會一鋪清袋。第三，喺你股票戶口嗰度咧就買得到，好多銀行咧都買得到，唔一定要去證券商嘅。你同買股票一模一樣啦，隨時買隨時賣，流通量都好嘅。第四，管理費就平好多啦，好多大盤嘅 ETF 啦，佢個年費係一年咧係低過0.1%嘅，長線慳落嚟咧慳好多。有唔同嘅分類啦，我哋今日講嘅 ETF 咧，其實可以分幾大類。全世界咧就有 VT，美國嘅大盤咧就有呢個 VOO 啊、SPY 啊，或者呢個 SPYM 啊。如果科技股話咧就有 QQQ，黃金咧就有 GLD，仲有壓一個行業板塊 ETF 咧就好似呢個 XLK 啦、SMH 啦、半導體啦、XLF 即係呢個財經或者銀行類啦、XLE 咧即係能源類。最後會教到你3個新手起步嘅規則，逐隻嚟。最大路嘅就係美國大盤啦，就係呢一個嘅標普500啦、VOO 同埋 SPYM。3隻其實都係跟同一個指標嘅啫，即係美國嗰個500間最大嘅公司。蘋果啦、NVIDIA 啦、微軟啦，全部都有份嘅。睇下呢張圖啦，佢每年咧有升有跌。2008年嘅金融海嘯差唔多跌咗40%。2022年加息咧又跌咗接近2成，但係其實你望一望個長線咧，佢係一路向上升嘅。過去20年咧，平均每年咧大約就8至9%。3隻入邊揀邊隻咧？揀最平嗰隻就得啦。VOO 咧同 SPYM 咧費用低到咧係0.02去到0.03% 嘅。新手嘅第一隻咧通常都係佢，係一個好嘅開始。之後咧就講科技股最濃味嗰隻啦，就 QQQ。佢咧就係納指100，同樣咧都係1萬蚊咧。QQQ 呢20年咧就1萬蚊變咗15萬，跑人標普500一大截嘅。年均咧大概個回報係14厘，聽落好誘人啦。但係大家要記住，佢跌起上嚟都好狼嘅。2022年咧一年咧跌咗超過30%，所以 QQQ 適合肯坐得耐啦，頂得順呢個波動啦，升得急跌得都急。呢個係佢嘅特色嚟嘅。講我最中意嘅 ETF 啦，就係 VT。如果你連買美國或者係咩國家都懶得諗嘅話咧，你可以睇下 VT 嘅。VT 咧一隻咧就睇買勻晒全世界，美國啦、歐洲啦、日本啦、新興市場啦，成9000幾間公司咧一次過擁有。其中大約60%咧係美國股，費用一年咧就係需要0.06% 嘅啫，超級平。點解啱心手咧？就因為你唔使估邊個國家會贏，全世界都買齊，邊度升你都識得到。近呢幾年咧，2023年咧就升22%，2024年咧升16%，2025年咧又升咗22%咯。跟住全個世界一齊行，佢咧係最唔使諗嗰隻，因為邊個國家贏你都有份。之後咧就比較大路啲嘅黃金 ETF 啦，就 GLD。呢一個咧就唔係追蹤股票嘅，佢咧係買黃金嘅。買黃金咧唔係話揾快錢，而係買一份保險。點解咧？因為股票大跌嗰陣時咧，黃金好多時咧都係企得穩，甚至乎會升嘅，幫你個組合頂住。你睇2025年嗰陣時咧，金價咧係一年大升超過60%，不過咧佢都有試過熊市嘅。2013年去到2015年咧，曾經連跌幾年。所以咧，大家可以當佢組合入邊嘅一個安全氣袋啦，放一小部分就夠，就唔使太多。就係板塊 ETF 啦，呢個就係一個比較大啲波幅嘅 ETF 啦。譬如話 XLK 咧就係一個科技股嘅 ETF 啦，SMH 咧就係呢幾年嘅半導體都升得好多嘅。喺 XLF 咧，呢一個7月咧，就比較升得多啲，係一個金融類 ETF。XLE 能源咧，前嗰排打仗，XLE 就升好多啦。每一隻咧淨係壓一個行業嘅啫。
賭啱咧就升得勁，賭錯咧你又傷得多啦。咁你睇下2022年咧，能源 XLE 呢個板塊咧，一年啊升咗64%嘅，但係同一年咧半導體 SMH 咧就跌咗34%，差天共地。咁跟住2023年咧 SMH 咧又一年升翻73%咯。咁成個坐緊過山車咁，所以新手咧當佢咧係一個輔助，一個細倉位去做，就唔會一開始咧就落重注。咁擺埋一齊睇啦。咁我哋喺2005年年尾，你放10000蚊落去，放到去呢個2025年嘅年尾，咁 QQQ 咧就會變咗152,000蚊，黃金 GLD 咧就變咗做76000蚊，咁標普 SPY 咧就變咗54000蚊。QQQ 人最多，咁但係你睇翻個中間嗰條線咧，上上落落個幅度都係最大嘅。咁呢個就係重點啦。升得多嗰啲咧，通常跌起上嚟都大，回報同埋風險咧係一齊嘅，就冇話咧就係話係你齋升唔跌咁講嘅。咁新手應該點起步咧？有3條好簡單嘅規則。第一咧，打底咧，你揀一隻大盤先，你可以揀 VT 啦或者 VOO 做你嘅核心。咁呢一隻咧佔得最多嘅。咁第二咧，你想搏咧，先加啲科技股 QQQ 或者板塊 ETF 做呢個配菜。咁最多咧就放一細嘅部分，就唔好嘥晒成個身家抌落去。咁第三咧就定期定額，咁咧就唔好成日摸頂，即係估頂估底。喺每個月放翻幾多固定金額，咁跌市或者升市咧，你都照買。咁時間咧會慢慢幫你去搞掂一切噶啦。咁咧另外咧黃金咧你放少少避險都可以嘅。咁總結一下啦，咁你揀一隻大盤去打底啦 ，VOO 或者 VT 都得啦，係啦。咁長線放定期買，咁其他咧做配菜 VT 咧或者 VOO 做核心。如果你想搏多啲咧，先加呢個 VOO， 先加呢個 QQQ、GLD 同埋放一部分咧去避險。咁板塊 ETF 咧就當呢個調味，就唔好重注。咁最後提醒大家啦，以上全部都淨係呢個教育同分享，就唔係一個投資建議嘅。咁所有數字都係過往嘅表現，唔表示將來。咁投資有風險啊，落場之前咧記得自己做呢個功課。中意條片咧就 follow 我啦，有咩問題可以喺留言問我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